大家好，歡迎嚟到西亞樂呢個頻道。今日介紹一個常複式油管嚟嘅，咁啊位置喺邊咧？近住康湖居，呢個叫金豪花園。咁啊當然要交管理費啦。咁啊兩層咧就3000幾蚊，1000幾蚊一層。呢個佈局咧就樓上一上嚟就係一個大廚房啦、大廳啦。咁廚房有2個嘅，啊價錢唔貴。因為比較中式啲實務型，2個廚房嘅租金24000， 3個房，其中一個套房。咁啊面向南啦，都會放埋嘅，1000萬放1000係啦。咁車位就去租啦，咁啊1000幾百嘅啫，車位都係。呢度就勝在近康湖居啦，出九龍方便啲。咁去邊度咧？蠔涌山頂上邊有小巴道嘅喎，呢度有小巴道嘅。呢個超級大廳啦，有露台啦。咁頭先上嚟呢個位置，咁樓梯整咗啲雜物收納位啦。好，咁我哋上去望下啦。呢個較為中式啲，但價錢平，24000啫。咁即係12000蚊一層，係啦，超級平㗎啦。咁啊，要求就降低少少啦。但係其實自己去修飾下都靚嘅。嗱，有個浴缸啦，光纖到咗，即係4熱水爐。3個房，呢個就主人套房，有浴缸，即係4熱水爐。咁啊方向靚啦，向南。呢其實有露台，咁我就開唔出去啦。呢度都好多選擇。好，咁我哋睇下天台啦。天台整咗個收納位啦，放下嘢。嗱，呢度就洗衣房啦，或者放下嘢啦，燒烤啦。有興趣嘅朋友揾到啦，24000蚊啫，租到2層，超抵。面向南山景，呢個好開揚嘅山景，有興趣嘅朋友就揾到啦。多謝收看呢個頻道。